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那边要果是唔知的，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前总统陈水扁到底是敢要特赦咧？总统府是回应讲，无这项决定，也毋过会确保陈水扁的健康。伊的后生陈志忠是真感谢外界的关心，讲老爸心情真平静，也强调这海外口座的钱，就是选举用剩的，愿意全部捐出来。 加拿大的好朋友们来到台湾参加本次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台湾和加拿大的友好情谊。总统蔡英文17亲身接见加拿大国会访问团，因会出席正副总统的就职庆典。蔡总统表示，这是加拿大用实际行动展现大家的友情。不过，敢要特赦前总统陈水扁，总统府昨日表示无这个决定，因为特赦案要由总统府命令经过行政院长复述。 不过，内阁已经总辞，行政院未过核定重大政策。陈水扁的后生陈志忠讲到特赦无希望，指出陈水扁的心情真平静，无可能认罪。选举结余款选举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那最后也作为社会公益使用这个很清楚。 那也不可能去认罪为所谓犯罪所得。怎么样来提供陈前总统呢最好的医疗的照顾？我们也会在这方面来共同努力。陈志忠重新强调，讲愿意把选举剩的钱的海外口座全部捐做公益使用。针对蔡总统要把麻烦留予赖清德，郭文地认为讲外界质疑新旧总统互相杀责任，蔡总统应该亲身向国人来讲清楚。很多阴谋论来在什么两个总统要互相推卸责任或两个总统前后任总统要共同负担责任。我觉得整个事件到最后变成是耍人家。看新的这个法务部那怎么样在这个程序上面把它走完了？我觉得对于赖政府来说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太棘手，然后也不是在一开始上任的时候就要去面对到的问题。学者分析，法律、政治层面拢等咧解决，要拿总统启动特赦。 通常是伫咧任期的上尾，若政府上任了后，现阶段应该未随处理。学者也建议政府甲社会来沟通，得到共识，再来进行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前中华河美镇长黄孝忠，那像就是牵涉到贪污，检方去镇公所敲找约谈19个人，昨是裁定黄孝忠甲一个姓赖的男性羁押禁见，另外伊司机甲姓郑的男性是以10万块交保。 前中华河美镇长黄孝忠那像牵涉贪污，中华检调15起中华河美镇公所等8大敲找，约谈包括黄孝忠等19人。经过侦讯了后，法院16裁定黄孝忠甲一个姓赖的查甫人羁押禁见。经检察官讯问后，认阮姓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实足认有勾串 及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包括姓姚的司机甲姓谢的查甫人，拢以10万块交保，其他的人请回。这个案件是河美镇公所办理一件祭祀工业土地分割案，互人检举贪污。来到黄孝忠伫中华河美的服务处，未少民众听到消息，拢感觉真意外。 你知影讲前进队的代志无？唔知，我唔知。服务刚好。真好啦。哎。赞。是哦。所以讲你这民意嘛拢袂歹。赞。黄孝忠的地方势力真大，佫是前县长黄光炳的孙仔，捌连任2届议员甲2届镇长。去年选立过时，代表南亚参选，迄时佫传出甲警察呛声的争议，尾也选无掉。黄孝忠的看手林巧琪嘛是现任的中华县议员，伊表示尊重，嘛配合检调。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他们的权利啊。 征信中就也不公开，对啊，那我实际状况我也还不清楚是怎么样，也还在厘清中啊。真相厘清进前，林小琪唔愿意加讲，对红赛壁地方事务的用心甲操守，伊讲伊有信心，嘛希望司法会当行医清白。记者综合报道。 陆军北军团一个军官伫咧休困期间呢，是对小港机场飞去到澎湖，也毋过伊的行李内底煞互人发现有一粒 T74的枪支，伊家己承认讲这就是部队的，怀疑可能就是伫咧操演的时阵无细离去互落入去，也毋过这个检察官有关是爱来确认这粒枪支敢有威胁，才会决定敢要函送。
从父母总进行5公里战术行军，这是陆军八军团去年3月教招训练的时阵模拟作战实况的画面。16号暗时，一名历史陆军八军团的主席上尉，迄群期间坐飞机去澎湖，做伫安检的时阵，互发现随身行李藏有一粒 T74白用机枪的枪支，伊承认这是部队的物件。这个东西太扯了啦！军中的东西怎么可以带出去？而且还是子弹。这可能管理的人员比较松散呢。不可能可以带子弹出来。要下海的会觉得说，你带子弹就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对啊，大家当然就会不放心。坐飞机的民众听到这消息，拢错一个。有做过兵的民众讲，干那枪支无杀伤力，唔免伤过烦恼。不过外楼也是真离谱。警方表示，复查了后发现行李内底有军方机枪枪支，枪壳拢一个。嫌犯讲应该是兵力咧操演的时阵，无注意落入去。检察官指示该机枪子弹先行送验，确认是否具有杀伤力。视鉴定结果，再依据委婉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全力配合检警侦办，同步实施刑侦调查与弹药清点，并检讨为师人员责任。军方回应，这名上尉是中甲564旅，是迄群期间家己去澎湖，这案会配合着检警侦办，嘛会来追究相关的责任。后续会持续强化着军法及教育、军品管理，来维护部队的纪律。记者王刘婷丹向军广报道。艺人黄子佼因为涉嫌有未成年的性影像，互检方甲调查。原本是不起诉的处分，也毋过即马高检署搁再来审议，今仔日是决定要照离校的性剥削防治条例来起诉。另外，同款是艺人的诺诺牵涉到Me Too的7个案件内底，有5案是互检方以强制性交等罪来起诉，而且搁建议重判。艺人诺诺陈宣如加入去性侵的歹代，几下个出庭应讯，伊去有几下女性控诉涉嫌甲因骗赎，有7个案件由树林地检署侦办，调查无到半年的时间，检方17真紧就终结，其中5个案件以涉嫌犯强制性交、强制猥亵等罪嫌，甲伊提起公诉。被告不知自重，未曾私欲而为上开犯行。且对众多被害人身心危害致具，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认定有6个人受害，为网友到演艺圈的女明星，拢伫个名单内底。有人去用眼睛、黑白网、黑白染，甚至也有人去性侵。诺诺恶质的行为，检方批评伊品行歹，而且还佫死硬的嘴巴，否认犯罪行为，一点仔后悔都无。警察法院甲伊判重刑。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含入Me Too风波的，还佫有艺人黄子佼。因为涉嫌收装未成年性私密的影像受到调查，外地检方考虑伊是初犯，已经认罪等等的理由，以原起诉来处分。不过台北地检署回应讲，专案去高检署以这款再议撤销发回了后，各界有无同款的声音。17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起诉，嘛引起相关司法的讨论，强化儿少保护。儿少的性剥削防治条例在修正的部分都有一些共识，目前也希望就是在未来在法律的部分的修正，能够去把这个成人的非法性影像的内容，包括持有跟购买这件事情，也都能够入法加以处罚。黄子佼为涉前网络论坛创意私房，买到几支儿少性私密的影像，对持有甲卖这类未成年影像的人，中央会向提悬刑责、简化防网流程等等的方向来修法。不过，现代妇女基金会建议，除了儿少保护爱救治，成人的部分嘛同款爱要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同性婚姻通过到今已经5冬啊，这民调是发现讲社会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是创新高，有56.5%。也毋过嘛发现讲，若准家己的囡仔是同性恋，这厝内底50岁以上的时代，大部分拢是袂当接受的。所以民间团体就真希望讲政府呢会当来增加长辈接触性别议题的机会，来改善这个问题。2019年，台湾同性婚姻通过，民间团体自2020年开始，当年拢会做社会大众对同婚态度的民意调查。今年因收集1082个有效调查，统计出来的结果显示，大众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有56.5%，创下新高。我们可以看到近5年，就是关于比如说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跨国同婚跟共同收养的支持度，从2020年这个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是41%。
5%，然后到现在已经来到了56%，其实可以看到这5年来已经上升了15个百分点。虽然国人整体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有提悬，不过民间团体分析了后，嘛发现机会愈大，接受程度是愈低。20至29岁这个族群，若做爸母，若是面对家己的囡仔是同性恋，接受程度约9成；30至39岁8成外，40至49岁是7成外，但是到50至59岁就降到47.4%，落差真大。因为在他们成长经验中，其实没有机会接触 LGBT 朋友啦，或者说他们同个世代的同志朋友，其实不在他们的成长经验中不太会跟同辈分的朋友出轨。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会发现，很多地方的老年的长辈们，其实对于同志，他们很多是来自误解。可是当有机会让他们接触多一点比较柔性的教育宣导内容之后，他们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的。对，而且那个态度的转变也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民间团体表示，少年学生囡仔有性别教育法帮助因了解多元性别，但是已经离开校园的大人就较无机会了解相关的议题。民间团体表示，因伫地方办性别宣导，发现时代经过因的解说，对相关的议题接受程度其实真高。民间团体希望政府会当伫长辈接触性别意识这个议题加强推动。记者郭林永凯台北报道。5日控咧要到啊，今仔日劳工团体是去到凯道来抗议，认为劳基法已经40档，这新政府应该就要全面来检讨修法，提悬劳动条件。也讲因的加班的费率就要提悬，固定假期应该要增加到7天。也那劳动部是回应讲，各界需要有共识，才有可能会当进行相关的修法。新政府开车，不能靠公德，不能靠公德。大声发口号，爱新政府的劳工政策，袂当干那靠公道。5日控特别到公斗团体一透早到凯道抗议，向特别上任的新总统赖清德话话，因为劳基法已经上路40档，应该全面检讨修法，提高劳工的劳动条件。那加班的费率要提悬，也要调整报酬的计算倍数，该增加固定假日7天。包括说加班费率40年都没改，我们希望能提高。包括说现在的补休时数只有1:1，我们希望可以比照加班费率去进行补休。我们的整体的工时并没有因为整个劳基法修法过后有任何的改善，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跟老板强迫员工用补休的方式来换休，甚至可能休不到。公斗团体佮以赖清德的选举广告来改编做行动剧，甲已经上路40年的劳基法，比如做一台奥车，强调劳工是车的零件真需要保养，佮强调台湾的平均每人 GDP 对2000年到2022年成长率大约是119%。不过，这22年之间，劳工的实际总薪资成长率却是连10%都无够，真需要修法。加班费率和补休的标准是不是要再做调整？相关的劳动条件有的，我们还会持续来广征各界的意见，找一些共识，再来做一些滚动的检讨。有关国定假日的调整的相关事宜，就由内政部这边来去做整体的考量。对公斗团体的诉求，劳动部表示，劳基法若要搁修法，需要聚集劳资等各方的意见甲共识，才有可能进行。也强调增加固定假日的诉求，是以纪念日甲节日的实施办法，由内政部来组织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403大地震伫当地造成大灾情，赈灾基金会有80亿外的经费要予花莲重建，也毋过因为2016年这个地震的善款使用是有争议的，所以部分议员呼吁县政府要成立花莲县的重建条例，予经费的使用会当更加明确。受到0206善款使用受到争议的影响，这个花莲0403地震了后，政府收到的善款敢若4亿5300万，甲0206迄当阵收到27亿来比是无甲5分之。明明灾害发生在花莲，民众却宁愿捐给中央。那启动捐款之后，居然随处都可以看见不要捐给花莲的这种讯息。部分的议员认为讲，都是因为0206了后，善款使用的方式，地属捐款的人对花莲无信任，所以在地已经有联署，希望能透过地方自治法，成立花莲县家己的重建条例。5月1号，多达将近300人的联署来要求善款来受到我们县议会的这个监督。我想有必要成立自治法来约束这个善款的使用。
馆长期间为强调讲，控制控料善款用途一切拢有合法。国府嘛证实，10月确实已经收到赈灾基金会汇款，计共是4亿5300万的善款，目前还未发放，是因为程序还未完毕。赈灾基金会它没有电子公文的交换系统，它全部要靠传统的纸本往返公文先用LINE拍过来但是我们花莲县政府不可能用那个LINE传过来帮我们签办去当初的921基金会执行长贾志成教授认为讲，地方议会要成立专法并无前例，而且当善款变作是公务预算的时阵会白卡白手，可能就会失去意义。目前的做法，用无了的善款，拢是成立其他的灾害基金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美国气象预报的模式，今年第一粒风台艾维尼隔起来几率是愈来愈悬啊！咱的气象署表示讲，目前还未看到相关的现象，就要等后礼拜来看才会较清楚。也毋过，若准伫5月底结束风台，这路线会偏西边对菲律宾过去，恐惊就会影响到咱黄酸雨的形成。它比较近一点，它本身就是一个天气系统，其它可能会把部分的水汽被台风这边吸收掉了，也会去影响整个大环境的西南风，就没有之前那种旺盛的梅雨影响的时候的这么的完美。会不会离开之后还会有梅雨的影响？那就要看整个大环境的气候在后续的变化，那也是有台风生成为前提的条件之下才去做的。这艾维尼未来敢会变作是风台？气象署是讲后礼拜就是关键，而且若真紧的转向，对咱台湾黄酸雨的影响就会减弱。要若这时间拖一个久，路线靠歪菲律宾，咱黄酸雨的结构就会受到破坏。到时阵落雨的状况，可能甲前几冬啊马共比共，这雨量也会受到影响。来看民生的消息，国内厝价是一直拢咧起，即马买厝变作是真困难的代志啊。根据这个调查，有超过33%的人虽然讲家己有厝，也毋过一个月就要纳3万外块的贷款，占平均薪水的70%。虽然讲这赖清德有推出新青安的政策来帮助少年人买厝，也毋过其实真侪人表示，这5档的宽限期若准过去，毋敢保证讲会当继续甲贷款甲纳好了。特别30岁的范先生，毋做外送员，平常时搁做电商，都是想要加赚淡薄仔钱。伊伫2年前以青年安心成家买厝优惠贷款，伫桃园龙潭买厝，虽然利率敢若1.775%，毋过宽限期敢若5年。若是过宽限期了后，本金加利息，互范先生讲，帮屋贷款实在心大。25000块，然后竟然是因为宽限期还勉强过得去，之后等宽限期过了之后，可能就是要再找一些比较更稳定收入的一些工作。因为现在物价通膨嘛，那再加上其实薪资的部分并不是这么的高，那所以变成是说我自己找到的方法，再多开网拍，然后去做更多的兼职。根据人力银行调查，上班族买厝的状况有33.4%的上班族名下有厝，平均月薪是挖近4万5，不过每个月爱交的房屋贷款是32167块，占薪水的70%左右。平均会当负担的房贷年限是23年3，以房贷压力指数满10分来看，上班族房贷的压力指数是7.1分。统计上班族无要买厝的原因，包括薪水无法度付贷款，也有欠无到期款，烦恼贷款影响生活，薪水对会到房屋起价，也有人是无想要扛这个房屋贷款。虽然是新青安政策上路了后，申请件数为初期2000外件，增加到3.6万件，不过有厝的人嘛无想要一世人扛厝价。新青安它是可以贷款40年左右，然后呢可以提供1000万左右的贷款。上班族他们认为平均贷款年限23.3年是比较合理的，然后房屋总价在956万，他们是觉得可以接受的情况，但是对比现实其实有一段蛮大的落差。人力银行建议，因为厝价一直真悬，想要买厝的人上好是每个月房贷支出伊无超过一半，也是1/3，才袂变做到尾付袂起，厝都无去啊。记者综合报道。俄乌战争拍到今已经2冬啊，有一寡国防经验也真做是台湾学习的案例。今仔日乌咸学院就邀请外国专家来开记者会，宣布要伫个5月2日举办全球民防领袖论坛，希望讲会当对俄乌战争当中，互台湾社会了解到咱的危机，愿意进一步来参与全民国防的教育，也有培训。
俄乌战争已经这2年，不过乌协学院指出，事实上，罗西亚伫10年前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的时，就已经是第1阶段入侵乌克兰了。到2022年，俄乌战争正式爆发中间，政府和民间做经济改革，乌克兰才有法度伫这场战争当中挡2年。为了要提升台湾民间的防卫意识，乌协学院办过邀请外国的专家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伫5月2日举办全球民防领袖论坛。乌俄战争的这10周年，我们用这时间横度来去看，我们应该站在什么地位，同时也是现代战争它的特性，它的高科技的应用，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那个讲的重要主题。记者会现场的国际民防专家嘛提醒讲，在台海区域竞争当中，万不会爆发战争，台湾民间可能无像乌克兰有遐长的准备时间，台湾嘛要赶紧把过时的医疗器材也有急救的机卡拢换新。In Ukraine, we had 8 years between first stage and second stage of the war, and during this time, we had opportunity to realize a lot of things and to do a lot of things, and this helped us to stop Russians from occupying larger territory back in 2022. But unfortunately, Taiwan unlikely have this, let's say, training period. Recently saw the first aid kit here of Taiwanese army, and my conclusion is that it's very undeveloped, it's very outdated. Perhaps some NGOs that are working with medical sphere could give this expertise, could give recommendation, and to force Taiwanese government to better do this reform. 乌协学院表示，这场全球民防领袖论坛计将要讲5项主题，包括俄乌战争10年回顾、地缘政治、新形态战场的科技应用，也有民防准备等等。拢总要邀请20位国内外民防领袖来参与论坛，希望会当对俄乌战争的经验当中，让台湾民间认真看待咱家己的危机，然后愿意进一步参与全民国防的教育和培训。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日本5个国会议员伫4月27的时阵去访问钓鱼台，不过伫要登岛的时阵，受到中国的海警船家阻挡。针对这款情形，日本的议员是搁再一摆来强调讲，因有钓鱼台的主权，这也引起真大的争议。日本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甲自民党、维新党等等5名国会议员，伫4月27去沖縄，甲在地调查团访问钓鱼台历史，而且利用无人机视察岛屿甲附近的区域。所伫登陆岛屿时阵，拄到中国海警船想要接近阻挡，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马上介入，阻止中国海警船。非常に緊迫した状況にある現実を日本の国会議員は実際に見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いました。その上で、海上保安庁の活動を法的にも予算も支援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对此，中国外交部捌伫4月29回应，指控日本登岛是咧呛声中国，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表示会采取措施，坚持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嘛敦促日本遵守中日4点原则共识。停止呛声也是一方面升级事态的做法。中国甲台湾拢主张有钓鱼台的主权，兼顾日本伫2010年9月11正式甲钓鱼台国有化。4月27嘛是日本国会议员伫2013年了后，搁一摆访问钓鱼台历史，对中国阻挡，日本议員搁一擺重申日本是有钓魚台歷史的主權立場。尖閣諸島は歴史的にも国際法的にも我が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り、領土問題は存在しないというのが政府の立場です。日本国会议员这届登岛是针对钓鱼台历史的特有生物甲生态做调查研究。自民党参议员山田宏表示，92年前坐渔船并了调查相比，暂时中国海警船会逼近日本调查团的渔船。另外，对于中国海警船会当侵入日本的领海，山田宏认为，日本政府应该爱甲伫钓鱼台实际定期进行管理维护，而且实施对钓鱼台周围海域的主权调查，看作是国家暂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英。再来看斯洛伐克的总理费科，互人开枪攻击，经过抢救，即马一定会当开嘴讲话。官方表示讲，这桩案件凶手干那一个人，伊的动机就是因为不满顶个月总统大选由费科的民粹主义盟友佩拉格里尼来当选。即马欧洲各国是惊这桩案件会引起模仿的效应，所以大家是提高警觉。
互人伫正近的所在连开5程，斯洛伐克总理费科捌传出有性命危险。伫经过超过5点钟的手术了后，虽然会当开嘴讲话，不过情况也是真严重，目前还搁伫加护病房治疗。I had the chance that I came in the right moment when he was able to speak with me a few sentences, but the situation is very critical and we have to give him a lot of energy and think and be positiv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斯洛伐克政府表示，这件枪击案是个人犯案，71岁嫌犯辛图拉互人控告谋杀未遂，伊无上有任何政党，也毋过捌参加反政府示威，都是画面上穿反条地帽的人。下犯案都是因为不满顶个月总统大选由费克的盟友佩拉格利尼当选总统。Oproti tomu včerajšku vám viem potvrdiť, že tie dôvody, prečo išlo o politicky motivovaný pokus úkladnej vraždy, sú, ako to povedal sám podozrivý, mediálne informácie, ktorými辛图拉的家后迄暗，原来互警方逮捕。警方指出，枪击案了后，已经加强监控网络的威胁，也加强化议会甲学校四周的安全。Zase dôsledne preveril činnosť policajného zboru. Navýšili sme monitoring osôb a miest, kde by mohlo dôjsť nejakým potenciálnym hrozbám. Taktiež boli 不过，这件攻击恐惊引起模仿效应。欧洲议会选举初六要举行，波兰总理伫社群媒体表示，最近有受到真侪件暴力威胁。比利时有电台主持人公开呼吁枪杀总理。德国也有真侪的政治人物拄到攻击，互欧洲政治人物的安全出现阴影。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韩国政府想要扩大招医学生，不过法院昨是驳回医界想要办车执行的上诉。政府讲，这每年扩大招生已经变作是定局无可能改变啊。针对政府的态度，也有法院的判决，有一寡已经离开病院3个月的大医医师，因表示讲未过考虑回去上班。南韩政府按算对2025年开始大增加2000个医学院的录取名额，引发医界强烈不满。2月到今，真侪医生用罢工、辞职等等的手段抗议。正正医界针对扩大招人的政策，向法院提出慢车执行的相关措施，不过伫1审甲上诉当中，拢获法院驳回。 사법부의 현명한 판단에 깊이 감사드립니다. 아직 본안 소송이 남아 있습니다만 오늘 결정으로 정부가 추진해온 의대 증원과 의료 개혁이 큰 고비를 넘어설 수 있게 되었습니다. 这件诉讼是由18名南韩医学院的教授甲学生提出来。4月初，一审法院以申请人非当事人做理由来驳回。首尔高等法院16日判决指出，慢车扩大招人，可能会对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的政策不利，因此决定驳回。虽然医界表示会搁再上诉，不过分析普遍认为讲，明年医学院扩大招人是已经确定，然而政府也搁再呼吁罢工的医生回去工作。 전공의 여러분, 이제는 돌아오셔야 합니다. 사법부의 판단과 국민의 뜻에 따라 집단 행동을 멈추고 병원으로 복귀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의대생 여러분도 속히 학교 일상으로 돌아와 주시기 간곡히 부탁드립니다. 医学院教授按算后礼拜召开会议，重新制定明年度的招生计划。然而，各大病院的主要人力，也就是发动这届大规模离职抗议潮的大院医师，是对法院的判决无意外。虽望根据规定，大院医师若是离开受训的病院超过3个月，就要延后1年参加专科考试。真侪人有员工敢要回去病院，阁会继续观察。公司新闻梁间编译。 再来看乌兹别克举办亚洲体操的锦标赛，台湾的鞍马王子李智凯发生失误，落尾是无通摕到去奥运的门票，总分77分外，排伫个第15名。 顶摆东京的奥运摕到鞍马银牌的选手李智凯，今年是因为脚受伤，所以落尾伫个亚洲体操锦标赛是排第15名，无通拼入去巴黎的奥运。李智凯讲，这可能就是因为伊一直咧注意受伤的脚，所以影响到其他的动作。伊讲家己已经尽力，需要时间来坐清，思考后一步要创啥。目前台湾队伫个奥运的体操项目是干那张家宏，也有丁华田摕到奥运的资格。
再来看东京奥运的空手道铜牌选手文姿文，去年离开国家队了后是继续来发展。这回伊是做教练，带选手去湘北世界总联运动会。不过真特殊的是，伊所指导的选手竟然就是家己的教练赵志在。做过文姿文的启蒙教练，却因为个人的生涯规划无徛上世界舞台。60岁赵志在，这回是让30年穿空手道的衫，伊要伫2025年世总运登卡手。那这届身份交换文姿文来做伊的教练。在世界走那么多啊，他们的看法一定跟我一定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希望说提升自己，然后我希望借由知云的一个指导，把他的经验。能让我的技术能够再提升，也因为他，所以我才能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我想说，那我要用什么样子的角色跟身份来换过来，转换一下来支持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传承。社团上嘛是支持文姿文讲，会结合传统甲新的拍法，协助赵志在愿望。那这回巴黎奥运无空手道的项目，不过文姿文讲会去巴黎看比赛。因为我刚好有抽到那个篮球的门票，对，所以会去感受一下，就是再次回到奥运场上那个热忱跟那个热情的感觉。受到奥运比赛场的心力甲热情，文姿文讲会替台湾选手加油。那湘北的世总运倒头算拄好剩365天，大部分的项目只要满30岁，免经过选拔都会当参加。不管是对运动有兴趣、现今的或者是退休的选手，拢会使来报名。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国内校园又搁发生美工刀攻击的案件，这是伫新北市一个国中2年的学生，伊考试考了袂歹，也毋过同学煞甲伊扣死，搁甲扒头。这个学生为着要保护家己，所以举美工刀出来，煞无细力去挥着同学，规支手流血流滴。去年底，新北土城才发生校园挂案棍案，造成一个查甫学生死亡。无记过新北市一间国中，16早起一个国二男学生，因为考试考了袂歹，颠倒互其他的学生囡仔用话夹击，也有人动手杀伊的头。这个查甫同学一时生气，摕美工刀防身，无记过划伤一个围看同学的倒手骨，当场血流真多。就是同学不小心用美工刀割到一名同学的手背，这样。目前当下我们就是紧急将学生送到健康中心，也紧急联络医院，由校护陪同到医院就医。目前都是很稳定的状况。案发了后，学校有紧急通报，受伤的学生囡仔伫护士等人的陪伴送医急救，或者在意识清醒，互医师填伤口甲治疗。警方缉捕了后，对案发经过做了解，学校嘛通知双方家属来学校协助处理，双方互相留电话，伤者家属要看详细情况，再决定是不是提告。是学校通知我们了，他们是先等双方家属跟学校那边先沟通这样，那我们只是等他们如果有要走刑事部分要提告什么，我们再依少事法来处理。学校第一时间嘛启动安心辅导，案发了后班级上课正常，因为搁再发生这种校园案件，引起教育单位高度重视。新北市教育局是讲，对于代志发生的确实原因，学校要进一步查清楚，搁启动学校的辅导措施，确保班级学生囡仔会当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学馆的吉祥物阿良最近因为抄袭的事件受到大家的讨论。本地这台文馆是讲阿良就是因的原创，也毋过即马煞雄解释，讲因进前摕出来证据是假的，阿良毋是因家己的设计。除了毁失的以外，也会照采购的法律甲即个契约规定去追究法律责任，另外相关的产品也会全部落架。国立台湾文学馆今年以龙年做主题设计一只吉祥物阿良，毋过说白讲是抄中国创作者的作品。两只龙的外形要共啊要共，毋过第一时间台文馆出面解说，公开发布时间，证明创作的时间是比中国创作者更较早。我们的时间点呢，发布是在他的这个微博里面发布的那只龙。时间之前，我们的小编跟他的家人，其实在他的 IG 上就已经把这个龙的形状是放在上面，而且他们自己也有画了好几幅。不过网友落去查，发现发布时间是经过后置修图，佮加上中国创作者发布阿良的画稿记录了后，台文馆5月16日下晡发声明回信咧，证实阿良的刀伤毋是厂商原创，进前提出的证据嘛是造假的。
国立的机构做这种抄袭的事情，老实讲，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很可耻。是不是先去找厂商求证嘛？对不对？结果厂商也没有没有。结果最后被爆出来，就要更小一下，国家呢慎选那个甄选的厂商啦。那一开始询问的时候，你还否认，还拿出伪造的证据出来，那我觉得更夸张。著作权现在这么重视，怎么会去做抄袭这种动作？而且还是一个政府单位。民众都认为政府单位干涉抄袭真不应该，但文管无权意出面说明。干那经过文理表示讲，迄讲否认抄袭是因为厂商提供假资料，除了向原创作者甲社会大众回失礼，嘛会针对厂商侵权的行为，根据采购法甲契约规定，求赔偿追究法律责任。相关的制作内容拢总落架，未来嘛建立愈谨慎的审查机制，确保无侵害智慧财产权。记者台南报道。明仔载就是高中的教育会考，高雄市光华高中是发挥创意来设计一个祈福宫庙，除了提醒考试的重点，佮互学生来抽签诗，在签诗顶头有英文甲台语的好话，要来鼓励这个考生。学生囡仔一个排队要来抽签，祈求考试顺利。这是高雄光华国中特别制作的祈福宫庙，学生爱先完成会考的练习单，尾仔才会当跋杯抽签，就亲像阮伫庙宇求签同款。学生拢讲，大家感觉真趣味，看到签诗的鼓励，对因来讲较有信心，嘛减少紧张的压力。写完了，就是互老师看完了，就是去跋杯去抽签。若是你的心伫遐，做啥物拢会成功。我感觉这对我来讲真重要，因为会互我一个爱知影爱去设一个目标的一个想法安尼。因18、19是国中会考，学校举办一礼拜祈福活动，甲图书馆陪伴囡仔读册翁仔，布置做祈福宫庙，佮设计祝贺签诗。签诗顶悬名言家具是特别经过，都是囡仔喜意的。有放甲名言、电影家具、布袋戏等等，佮分做英语甲台语的版本。签诗的内容可有亲像卡通，要有漫威电影的句子，各有霹雳布袋戏的句子。那另外还有英文的，各有台语的。希望同学会当伫抽签的时阵，佮会当知影个这经典名句。学校表示讲，除了祈福宫庙活动，今年嘛会遵循传统，伫会考的前一天，带囡仔到附近千秋府祈福。除了保庇考试顺利，嘛毋茫互学生了解，毋管成绩安怎，上重要是爱有信心面对考试。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宜兰丹土金遗书的古厝是历史建筑，也毋过这所有权人煞一直拢要来拆厝。即马经过文资审议委员会审查，是要甲这间古厝刷位个重启，毋过煞引起文化界的不满，认为讲安尼做就已经失去历史的意义。宜兰市丹土金遗书的旧厝已经有90年的历史，因为有台湾、日本、西洋式3种建筑的特色，伫宜兰较罕见，有地区性建物的特色，通定着做历史建筑。不过最近经过文资审议委员会审查了后，决定要拆掉伫另外一个所在重启，引起文化界不满。重建本质上就是盖一座新的只不过是样子很像而已啊。是。所以，在那个对于我们保留那个宜兰文史空间的这件事情来讲，那个是大打折扣了。伊伫这个所在本来都是因为。伫这个丹土金遗书过去对宜兰人遮的照顾，阮对你都是非常的孝念嘛，就感谢你过去甲宜兰人安尼照顾。孙宝如是丹土金遗书的旧厝，定着做历史建筑的提报人，伊认为这间厝是现地历史的一部分，去另外一个所在重启会失去历史的意义。加上这间厝的条生鲜含烧真严重，拆掉了后，若要搁恢复原地面貌是真困难。丹土金遗书这间旧厝真侪年啊，因为无管理以后来损害。木造的外口墙已经有真侪落落来，经过现场勘查，条生鲜怎样甲嘛落落来，漏水的问题严重，所有权人一直争取要拆掉，嘛答应县政府地上物会当管出来。如果以地域性来讲的话，我们接收的基地也会在宜兰市，那所以这并不妨碍他当初登录基准的问题。官府表示，照文资法第9条，主管机关应该尊重文化资产所有人的权益。所以文资委员决定通过异地重建，地点伫旧准备公馆附近，
嘛强调单土金遗书的旧厝是已经着写有文字的身份，所以异地中间未影响历史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对明仔载开始到明年的3月，会来展出古早的漆啊、玉啊，也有玻璃等等。除了静态文物，也有提供3D 的破链甲手环，要互人挂，互大家会当来了解古早人的生活。透过显微镜比较史前甲即卖伫我的石床体，发现3500年前台东卑南史前遗址的人类已经有种显著，而且是大规模像伫我田共款的财政形式。是当时卑南史前的人类可能已经和东南亚史前的人类有交流，才有这款的品种。那这个形式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在台湾的其他地区就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种类。那我们现在是有在推论说有没有可能跟这个东南亚地方的一个传播是有关联性。这是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第18月推出的新展览，运用显微镜考古的微观史观特点，透过科技的显微镜分析各种史前的文物，亲像是史前国宝玉石，甲其他国家史前玉石的成分分析，正是4000年前台湾制造的玉器已经外销东南亚，阁有2000年前铁器的时期，台湾就有玻璃珠。产地来源可能嘛是来自东南亚，推论当时的台湾甲东南亚已经有真频繁的贸易交流。这项科技考古展，民众可会使挂3D 列印的玉器和互动式的荧幕，进一步了解史前人类生活物品的运用。我没有想到在考古上面还可以碰到比较偏生物学或植物学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些结合科技，然后以及结合一些所谓的展示声光效果，那以及结合一些展示美学。跟展示的这种所谓的氛围，然后带动吸引游客。史前馆整建伫去年重新开馆，到这个月是满1档。史前馆表示，未来展出的史前文物会更较好看，有更较侪和民众互动的科技，也会和其他博物馆来串联，推一套的博物馆观光旅游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教育局为着要予台语定根，甲南洋故事人协会来合作，用趣味的戏剧，予囡仔会当自然来接触台语。今年是总共会去10间学校来演出，希望讲未来会当有机会探去外县市，予母语会当继续流传落去。顺行就好啦，我顺行顺行。关东爷本来出现，就要甲百姓讨钱，食东食天的行为，大家就要惊死。买手张吉提出自保盆来救助，才顺利化解危机。这出财神来啊，是南洋故事人协会今年度台语戏剧巡回列车戏出，剧团伫内底加入真侪俗语参舞蹈的元素，打造定正式的保育环境，大概囡仔拢真投入，哪看戏哪对咧学讲台语。足侪演员伫舞台顶表演，我感觉这出戏足好看的，希望后一届伊搁来表演。演员伫讲台语，我会学足侪台语的。伫阮的校园内底咧走吼，足侪囡仔拢袂晓讲台语，也是听无。囡仔透过即个戏剧的表演吼，伊会甘愿有一寡吼做伙联系啊吼，也是互动的部分。我就感觉这嘛是一个推广足好的方式啦。教育局连续3档参协会合作，甲台语戏剧带入校园，今年会去10间国中小做演出。其中剧团内底有2个信义国小的囡仔，嘛加入正式演员，用耍派台语参大家互动，因着希望少年辈嘛通参与共款，甲母语捡倒转来。即摆的囡仔做这讲台语的，所以我希望我会当借这个戏剧来，互小朋友有兴趣讲台语。看一寡角色你伫遐讲台语，伊生活中接触到台语，其实对因来讲啦吼，嘛是一种真无简单的学习体验啦。目前剧团拢伫咧台南地区做巡演，伊希望未来有机会通甲剧团延伸去外县市，并且甲宝贵的父母话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今年第35届的金曲奖是伫咧6月29起过，台语的歌手洪立友也阁有柯富凯是要来拼台语的歌王，也那歌后这边是有原住民的歌手巴乃，也阁有黄辉。另外最佳台语专辑是有乐团白火器，也阁有青塘等等，风格是真多元。
台语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文化，然后可以有无限可能，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讲台语长时行，用台语创作，也有真侪少年辈加入。台语歌手左岸文发现，台语创作是愈来愈多元。喜欢台语的年龄在逐渐下降，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非为台语为母语人士的人，然后也一起加入制作台语的那个领域里面。今年金曲奖台语创作车拼精彩，第20届台语歌王洪立友，搁再挑战第35届最佳台语男歌手。独立歌手陈平以伊的第1张台语创作专辑《简单一句话》入围。林俊逸让9年推出的台语专辑《上好的一年》也入围。第31届台语歌王律师歌手苏明燕也来挑战。第32届台语歌王柯富凯这摆也无缺席。原住民歌手本来头一张台语专辑《夜婆》就可以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资深音乐人邢依玲以专辑《一路平安》入围。33届台语歌后江惠琪这摆搁再挑战，出道超过20年的黄辉也榜上有名。过去提名2摆最佳台语女歌手的蔡嘉珍这摆也搁再入围。落尾独立歌手陈平简单一句话，独立乐团车堂海海人生，乐团灭火器加河畔苏醒。本来夜婆、邢美玲一路平安、柯富凯古无大学，拢是最佳台语专辑奖的入围名单。金曲奖台语歌曲先拼先为摇滚乐团灭火器第1摆挑战台语歌的本来，温暖歌声唱出人生悲欢离合的苏明燕，各种曲风拢有。特别贡献奖，刘清池、郑华娟，刘老师是我们台语编曲的老大啊。那郑华娟女士呢？应该就是从华语到新台语啦。特别贡献奖分别颁予写出惜别的海花、爱拼才会赢这歌出名台语歌的编曲家刘清池，佮有今年伫德国离开人间、下过华语新台语时代的歌手、书曲作家郑华娟。第35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伫台北小巨蛋举办。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1934年，伫中华出世的画家陈景荣，伊是咱台湾头一位摕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壁画的硕士的人。伊伫毕业了后，是倒来到台湾教册，甲西洋画观念传入来台湾，产生真侪少年辈。即阵啊，伊的创作也当伫咧中华美术馆来展出。一百无共技巧创作，有油画、模式，佮有绘画画，这拢是台湾本土画家陈景荣的创作。1934年出世的陈景荣是台湾头一位摕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壁画硕士学位的画家，嘛是台湾超现实主义的大前辈。我会晓的技术吼是足侪，因为迄阵啊足困难要出去留学，所以我去留学的是像讲按素描，木炭素描，啊画石膏像，这种练习个足好的吼。陈景荣1967年为东京艺大毕业，返来台湾教册。当年社会资源欠缺的年代，陈景荣佮开放画室，互学生来画图，产生袂少少年辈。伊的学生目前也伫大学教册的陈世强教授就讲，画图这件代志，就亲像是陈景荣的性命。少年的时阵，熟悉伊较大，看伊就是活去咧画图的世界内底。伊少年时阵一天就画10几点钟久，嘛毋知讲伊到底有去困啊，无去困。新闻回顾的是，袂当出国去旅行，迄阵要戒严的时候，所以拢去澎湖。去这个男女吼，所以咱乡土这个题材也多。今年90岁陈景荣行过30-40个国家，为台湾、为世界，即阵也继续咧创作。色水深佮甜是伊的特色，用画作表达心内所想的，互观众看到思考，嘛是陈景荣的手法之一。这寡丰富多元的作品，目前也当伫咧中华馆立美术馆展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蒙娜丽莎》，这是同人知的。那伊的笑容是画甲真有神，就连这幅图伊的背景到底是伫倒位，嘛是后代定定咧讨论的。即阵啊，有专家是提出上新的讲法，讲这蒙娜丽莎伊背后的风景，就伫咧意大利的北部一个号做莱科的小镇。
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客满的参观人群，差不多拢是要来看达文西的名画《蒙娜丽莎》。伫达文西过身500多年后的今嘛，各种仿的艺术作品，甚至加入现代动画科技的表现方式，嘛侪甲敢若山。不过，也有热爱历史考证的各方专家探讨达文西这幅画作的所讲地点。意大利的历史学者捌伫2023年讲有找到画作的所在，都是伫意大利中部的泰拉里纳，理由是背景有画到下过阿尔诺河的桥半圆形的桥坑，都是因辨认的根据。不过，意大利的地理甲艺术史研究者皮佐卢说，伊认为重点毋是桥，是规幅画作所表现的地理景观。You could have a bridge or not have a bridg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And in the other hypotheses, the geology was just incorrect. It was just a bridge. It didn't have a lake behind it. It didn't have the geology. And so we find this limestone, and we can see that it has a very distinct weathering pattern. 皮佐卢所指出，根据伊考证的结论，蒙娜丽莎画作背景所在地应该是伫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一个叫做莱科的小城镇，也就是这段空翕画面的所在。英国的艺术品保存组织认为，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蒙娜丽莎这幅画作的神秘感当然会较减少一寡。不过，对达文西一生会当有更较深入的了解，也算是一寡收获。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下晡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0度，南部地区27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29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